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4月13日。而家同大家讀香港新聞。首先關心國家安全消息。後日就係國家安全教育日，本港各界今日開始舉行多場熱身活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網誌提到，安全係發展嘅基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定要喺發展同安全之間攞到平衡。佢強調，香港金融體系目前非常穩健，面對外圍波動，政府會密切監察市場，築起最強防線。講到經濟穩健，但民生方面，本地捕撈漁業就正面對嚴峻挑戰。由於近期國際油價急升，好多漁民都話開工即係蝕錢，令到唔少大船被逼停擺。有漁民代表建議政府資助漁船轉用新能源。目前已經有漁民自組船隊，嘗試引入第一架電動漁船嚟減輕成本。海鮮業聯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李彩華就話，雖然本地捕撈減少，但暫時進口海鮮供應仲算穩定，大家唔使太過擔心食唔到魚。至於社會共融方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提到，針對當年社會事件被捕但未被檢控嘅7000幾人，當局推出嘅特別項目效果理想。佢強調，只要完成更生程序嘅人，基本上唔會再被起訴。局長話呢個項目唔單止係法律上嘅處理，更希望喺職業發展上幫到呢班後生仔，等佢哋可以重新出發，貢獻社會。同樣關乎基層生活嘅仲有房屋政策。政府推行簡樸房規管條例已經1個月。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目前已經有5500幾間劏房完成登記，佔總數大約5%。雖然比例睇落唔算高，但局長認為反應已經比預期踴躍。政府會繼續巡查，確保呢啲單位符合基本消防同衛生標準。社區氣氛方面，尋日係泰國新年，九龍城舉行咗盛大嘅潑水節，街頭依然充滿節慶氣氛。好多市民同遊客喺城南道一帶大玩水戰，城中多位名人亦有到場感受氣氛。主辦單位話，今年嘅規模係歷年之最，成功帶動咗區內食肆同商店嘅生意，展現出香港多元文化嘅魅力。轉到體育消息，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即將喺啟德體育園舉行，港隊今日公布咗參賽名單。值得留意嘅係，房傑峰成為唯一入選嘅男子華將。佢話非常期待喺新球場同世界級強隊交手，希望可以打出超水準，為港爭光。除咗欖球，本地足球壇亦有喜訊。港超聯尋日正式誕生咗冠軍，傑志喺贏波之後，成功提前4輪衛冕聯賽錦標。賽後一班球員好似馬基蘭咁喺場上興奮慶祝，仲將主教練卡迪朗拋起。傑志近年喺本地聯賽展示出極強統治力，嚟緊佢哋會將目標放喺亞洲賽場。娛樂新聞方面，一年一度嘅樂壇盛事快將舉行，多位歌手今日出席活動造勢。陳卓賢回應咗關於前輩張敬軒取消關注社交平台嘅傳聞，佢表現大方，話會繼續努力做好音樂。而另一位男歌手江業生就謙虛咁話，對於攞男歌手獎冇乜信心，
反而好期待同其他歌手一齊交流。另外，台灣創作歌手盧廣仲尋晚喺紅館舉行演唱會，現場座無虛席。佢喺台上特別揀選咗一組經典歌曲，向故友方大同致敬，場面非常感人。而台下亦係星光熠熠，包括偶像杜德偉都有現身支持，張繼聰同呂爵安等本地藝人亦有到場取經，大讚演出精彩。最後關心一單樂壇人事變動，歌手李幸倪今日接受訪問時提到，對於合作多年嘅音樂總監黃湘俊突然辭任英皇啟德演唱會嘅職務感到好驚訝。佢話雙方之前仲開緊會，但尊重對方嘅決定。目前公司已經物色緊接替人選，確保演唱會可以如期高水準演出。多謝大家收聽。